即马学生囡仔晓热，国家铁道博物馆筹备处伫甲母语团体做会举办坐火车好佚佗的活动，用台语来互囡仔了解火车的知识。火车行到伊头阿妈伊头手，哎呦蹦汤来。火车顶悬老师带囡仔拿唱台语歌谣、拿比动作，看起来是真古锥。这营队的活动包几台区间车，而且佮用本土的语言做主题。用足趣味的方式来接触台语，尤其第一节车厢，伊的设定是全台语的，所以阮嘛是希望讲，伫活动内底，阮用全台语。虽然讲，大部分的囡仔其实是无啥听有，毋过因为阮有教图，佮有教动作，听无的囡仔，伊嘛会当对咧听，对咧唱，对因来讲会是足趣味的。来参加的家长和囡仔是表示，这个活动是真趣味，通咱学台语拿耍。要发啥物图上趣味？唱歌，你唱啥物歌？火车行来，就长啊。会当出来佚佗真好啊！礼拜日带囡仔出来佚佗啊，佫会当练台语，就感觉这个活动真好。主办单位指出，这届活动每一个车厢都找一间教室，替无同的年岁设计无同的课程。希望大家会当透过这个过程来加熟悉咱的铁道的知识甲文化，因为咱即马足侪民众住伫都市，毋捌坐过火车，所以阮希望利用即道的机会，带大家人来亲近咱的火车。即马晓热会有侪单位举办活动，透过坐火车来认捌更较侪火车的台语词，对参加的民众来讲是一个全新的体验。记者柯家选曾俊由家人报道。